哎呀喂，三人过4个地方待着，你总是寻哪一只位置？连着位置上等，还写个等。你看到在马上一待着，你还能过去，说真，我们来到等。300呢也出来爬来着了，现在改个3个同学。叫什么馆子的会员？喂，等啦，我送出去，我是还困到在。哎呀，在等多少辰光？正确很。哎，大听得见个家？听不见，等下我要进去了。哎呀，太快了。根本弄不清楚，我也不知道我们是几号。那个左上角有写。平日考个中山高，你讲个哦，原来那概念不是个了呢。现在180号，我们是212号。哎呦，搿是遇等你了哎！哎，这些做预算呢还没外头接下个啦。其实过张屏幕噻，哦，那年你来到等噶，当时还说真着嘞，叶子半日天受来人啊分高脱，刚才发现那个上头是几鱼棒。老于是发现大爷累个嘞，那个谁是一搞逃到我个结果，眼看谁看，非看老的。谁是啊？分开的只子鱼屁股意思，已经是非爱屁呆女仔。现在过海意思走起来，我一屁搞个试试。来，刚才当起妹妹呀，你姐姐啊一个嘞，不能再动啥，再动一张面囊筋也太太在。哎呦，你来看对浪上不是紧哈？明年新光来还吃啥？阿西卡，你那现在一漂亮着啦啊！这个就是我个预定。哎，不卡子营养一收，你起码炸弹1.9米，跟大调位改一个的，我那个男人你别当你桩事体，阿西卡。世界第3美男子弟弟，这个技术明明是全太阳系第3美男子。你应该搞宇宙，那太阳系呢？谦虚点吧，谦虚。全宇宙怪不好意思。因为人类的探测器还没飞出太阳系，我有可能有比你漂亮的。哎，这个可能性不能否定。太阳系第3，对个人都要疯个啊！啊，第2来个当然。对于来我就过3D 书。隆咚。Hello， 接人饼加白油。我发现你眼睛顶样样子开始。160的奶，喝完之后时间数量发给我，知不知道？你不然自己记好，然后怎么用知道吗？怎么用？等会你妈就来了，她问我。等他7点钟回来。那手机往那放心。怎么用啊？我看看，我现在那个谁在打烘干就可以。怎么弄啊？这个弄到消毒加烘干，然后就可以了。奶瓶洗干净知道吗？知道。手掌放心。另外一个不放心。马上去拿着啊！你拜拜了呢？拜。哎呀，上头搞了，你只刮啊，放下来，刮啊。放下来就接个，来。宝再呼吸，再冲那点。你们连人摆，你非讨厌的。那个都方便，摆得了，你们一抬。你来讲放屁。